GroupBuyer.com 瘋狂競減，哇！各位街坊，等我呢個旅遊達人同大家分析下呢個浪漫下午茶套餐嘅評價。睇完幾位用家嘅留言，真係可以話係零負評嘅完美體驗嚟㗎。首先，3位用家都俾足100分滿分，行程評價仲要係5星滿分，呢個成績表真係靚到不得了。美食方面，簡直係甜品控天堂。第一位黃生黃太大讚 Great Snacks， 第二位 B 小姐就更加詳細，話每款甜品都好 yummy， 特別點名嗰款做成西瓜冰棒形狀嘅甜品，睇嚟呢個創意造型真係好吸睛，仲有伯爵茶都深得佢歡心，睇嚟呢個下午茶唔止睇得，仲好食得，服務同安排一樣咁出色。黃生黃太特別提到接送好準時，行程安排好體貼，而 Club User 就大讚職員好友善，服務好周到，由接送安排到現場服務，一條龍都照顧得妥妥當當，完全冇甩拖。環境景觀就更加係賣點，第一位已經話 Great Scenery， 山引號，最後一位用家直頭話酒店景觀超靚，係打卡影相嘅完美地點。睇嚟呢度唔止滿足各位，仲滿足埋你個手機相簿。總結嚟講，呢個浪漫下午茶套餐可以話係3贏體驗：一味覺贏，精緻又好味嘅甜品同茶飲；二服務贏，由頭到尾都係貼心、準時、友善嘅服務；三視覺贏，無敵靚景，打卡必到。雖然無差評可以對比，但清一色滿分好評已經好有說服力。無論係情侶想浪漫一下，定係閨蜜想搵個靚地方傾偈打卡，呢個套餐都似乎係穩陣之選。唯一要留意嘅可能就係咁靚嘅甜品，會唔會唔捨得食落肚啊？下次大家想搵個地方享受個高質下午茶，呢個可以放入心水 list 啦。226港元就可以喺清邁拿尼蘭德享受浪漫下午茶。呢個精品酒店 NA Near and Hotel 環境超正，可以一邊嘆住融合風味下午茶，一邊欣賞迷人景致，仲有精緻甜點同鹹點任你品嘗。喺呢個充滿魅力嘅空間度，慢慢享受美味小食同清爽飲品，真係寫意到極。無論你係自己一個嚟放空，定係同另一半嚟約會，呢個精緻下午茶體驗都保證令你留下難忘回憶。仲有啊，酒店周圍都係打卡熱點，隨時可以捕捉到完美瞬間，影翻輯靚相留念 Tilda。呢個價錢有咁嘅享受，真係超值之選。在精品酒店 NA Near and Hotel 放鬆身心，享用融合下午茶，欣賞迷人景色和美味甜點，帶上你的團隊或家人，享受這令人着迷的下午茶。沉浸在迷人的場所中，同時享用美味的小吃和清爽的飲品。拿尼蘭浪漫精品度假酒店，位於清邁市中心的迷人度假勝地，獨自或與愛人一起體驗精緻的下午茶，創造難忘的回憶。在拿尼蘭度假村的每個角落，都能讓你留下美好的回憶。隨處可見的拍照點，讓你捕捉完美瞬間。美味的下午茶小點已準備就緒。在清邁最浪漫的酒店之一，品嘗裝飾精美的高茶塔和清爽飲品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